為我咧都成日要坐或者孭重嘢嘅，咁所以咧我個 pat 肌肉啊、腰椎底啊，又或者個肩胛骨同埋個膊頭咧，都成日覺得會好攰。咁呢一套動作咧，我覺得可以幫我舒緩到呢啲嘅肌肉痛症，咁所以想分享俾大家。咁都講明先，我唔係專業嘅人士，咁只不過將自己覺得好嘅嘢分享俾大家嘅啫。第一個動作咧就係要跪喺度，然之後隻腳係有少少分開嘅，然之後成個上身向前趴，盡量貼近地下嘅。咁留意翻個面可能會掂到個地下，介意嘅可能鋪翻張紙巾，維持30秒。咁第二個動作咧就係趴喺度，然之後揾隻手撐喺條腰，但係個盤骨咧就要貼住個地下，維持30秒。第三個動作咧就首先要盤腿坐，然之後將個膝頭哥咧係上面嗰個對住下面嗰個，然之後咧就成個上身向前壓，跟住個胳肋底要喺個膝頭哥前面，個頭咧就輕輕靠住，另外一隻手咧就將個身盡量推向前，維持30秒。咁另一邊都一樣。咁第四個動作咧就係隻腳上返嚟，咁就要垂直，隻手咧都係要垂直，兩隻手咧就輔助個上身咧去轉到最後嘅，都係維持30秒，兩邊一樣。但係通常我都係接住第三個動作做埋第四個動作之後先轉另外一邊嘅。第五個動作咧就要昂喺度瞓，咁雙手就擺喺個頭度，膊頭盡量貼地嘅，其中一邊腳咧就擰去另一邊90度方向，維持30秒。然之後45度角再維持30秒，兩邊做一次。最後我哋再做多次第一個動作30秒，咁呢個時候你就會覺得個上身咧鬆咗好多，係可以貼住個地下。成套動作就係咁啦。我通常係瞓覺前做嘅，大概5分半鐘到啦。做完成個人都鬆晒，瞓覺都舒服啲啊！